继续要来讲，咱台湾有美丽海洋，但是鱼仔类的物种一直在消失。讲最近这15冬来，北部海岸就减少到105种的鱼仔种。绿色和平组织是来呼吁政府，会当来参考到国外的做法，来打造海洋保护区。 海骨里海内面受水模样，这是真侪唱水味的人想要亲眼看到的画面。这是伫澳洲的大宝岛，因为成立海洋保护区，掠鱼区的量有小可增加。若看台湾呢，台湾的鱼啊是一年比一年较少。北海岸的鱼种调查方面，从2005年的鱼种调查有高达142种鱼种，到2020年最新的资料显示，只剩下37种鱼种。 台湾的海洋危机，无讲你唔知，这15年来有105种鱼啊，差真济，鱼的量嘛降52%，渔业的产值减279亿，近海鱼啊变较少，未来恐惊无鱼啊通食。2006吧，哈，其实国际上有篇报告就已经警告我们了，预测这条线的往下掉，掉到2048年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哈，所以他们就说可能吃不到野生鱼类。 鱼类消失原因真济，唔那乌白了，即嘛包括环境破坏，像过年前有民众去掠到哺乳类的龙王雕，搁翕相转卡，讲已经死去啊。类似案件有够济。针对这个代志，绿色和平组织呼吁讲，应该打造海洋保护区，将禁渔区为8.16%，2003年扩大到30%。 另外，附近的帛琉、菲律宾的阿婆岛，拢是因为海洋保护区，或者物种更较丰富，所以讲政府嘛应该用行动来保护海洋的生态。